明朝废立12年10月的初3，那江南苏州啊大雪纷飞，路浪向迎人西山的高高人家关门闭打，这千山鸟飞雪，凡景神中灭。哎，那芒星一套龙兴殿堂里向那么的不得了，开殿堂的那边的徽军叫王氏，榜第2的阿哥个，上来家里二老板王义石凤，给到8位家人。那么有动力嘛，叫半路私音乐，一批会这个高兴内裤打不出王胖布，也想苏州他个两头都嘛，已经没合适个人家。哎，今朝吃了，在部门外头新国的预出了去首长嘛，路过后门要头，看这个漂亮姑娘的少岁，那有时候讲仙女何非我。三只眼睛中分看起非常漂亮的面孔，一打听哦，原来是谁知在谁多这个男，说老高屋里向有非常漂亮的姑娘，你是来追追，请你吃醉，谁面上就请，把那一口答应。老师傅客气，我谁知看中谁人家个姑娘是真正挑挺多，那么回到殿堂里向就怕谁在里会司机多。去新鲜都在那吃着，4个用的生意人啊，吃皮的行走来嘛，总是那个谁都在身上。关啥的，那门口的等下，我去滨东港。慈禧忙镇里向的大头张王给你们杜老板说好来。滨东港，王氏本来是像热闹里那个磨米，张王给里向一股子咄咄走西西走。现在看见慈禧走来，慈禧，安先生。谁都在身上的，那么丢皮！你奶奶，你来干啥？谁都在身上的，那么丢皮！奶奶，简大招，简大招！俺里看中你那个能独孤牛，实体正宫就是俺里个将领阿爸，老太爷夫叫一声简大招，简大招，哎呀，吃上来！这不现在的分弄能配不来的呀？分配还不许叫。这不介绍呢？叫老先生、简先生。哦，对，老先生来门口的了，陈先生来门口的了。现在在，那瓦是，那外头好少点拐杖，开正门是俺家吃鸡。开正门东高西靠在，那个狗屁啊！俺里不是档子里个姑牛，这个杰卡要难听着的，吃鸡。东高吃鸡在，挨到是6手的个厦门，隔壁是殿堂，有点白龙通的。谁有多少立好了门外头，50多岁年纪，吊过眉上，背上有点点歪，黑苍苍上方面孔垂到手上，面孔好像伤好两样，搿对眼睛。擦眼过色，鸡毛病色，看得真眼落色。这张知人不消息，能言善辩，是一个说得是比我个要说得比不跳得来。可谁都在觉得奇怪，我这个刚务实事呀，我来开着专门老板吃的呀，是的呀。不懂，这听见声音来了。哎呀，简先生那个哪里？哎呀，王贤王子贵迎着来吃，还望简先生穿啦，都是这呀。哦哟，你老板，我来那亲自吃这么长时补噻。什么人？这穷的是个苦字啊，穷到是个苦字，是个讲究。个大是不能穷啊，一穷了，没事要去当他个，当那点苦事嘛。不能当了，再当要最后出来。跟奶奶这个么个不是叫穷的这个口子叫不够当。哎呀，穷到是个苦字叫不够当的语气。那你为的是哦，说点你说点。那说的还不讲，俺里笑出来了。哦哟，那个是要成个好杀人的为的。哎呀，钱先生，茶。是什么是茶？茶。什么茶？哎呀，就是苏州人，管叫青，那里淮州人叫茶。哦，你苏州人还青，
你都会正还擦，跟我带你来擦，东擦，李大清公大清两高的大理想，张王该分兵制守定。领导，宋总，行，慢慢讲。来，我今朝夜里，俺的临坤人帮去个神坛，去捏一捏，落下来，把老牛给切。意思嘛是。哎呀，秦先生啊，俺的等来张又不看见噻，张又不记得，那海哇，啥么子？那俺的是门呢，张又不看见，进来个身体啊，海了不海？那你再问了，做啥？你开就戳我眉头哇！我的分哇，问我海，跟人好海啊！你说这一句我叫家中面孔海。定做火锅的，把你们吃回。哎呀，先生，你弄错了这呀！哪里个啊海不海啊？就是那苏州人拍的啊好了不好。你苏州人啊好了不好？你都是啊海了不海？是个，你这个海就是你个好，这个你个好就是这个海，不是？海个，那海比我海都结棍。可是俺的门呐，还浑身海。哎呀，那可惜，海我去绑开。哎呀，那可惜，今朝晚是拉肚下，天是蛮冷的，天是冷啊。那个面海幸福咋的？咋这个顿当跳了跳蹦了蹦啊？可谁都在做你的，我们见米海清不是个穷多十年是以为来抓子去的。哎呀，到底来是讲，个太是以为那个人呀？哎呦，想让这离开典当，弄件衣裳来做。哎呀，不要去说，你不要去说。那个，我早你上当出来的。那么那还有人不觉得？个最大一幕家看见一男女了吵相骂夫妻打相打不是个跟男个嘛拎着两瓶火锅蘑菇嘴不都要去吃发烂上吃一通毛病个哎呀倒是个小子那么个没好你想急匆匆出来个女个心急慌嘛拿男个两瓶火锅蘑菇嘴一张上饭的他打饭的小大噻那么男个吐来个女个也白应当白个女个发坑白看上去不等的动力预感根本就上不白你也到摇在这里去冒臭白忘记不多年去气臭毛病哎呀也是个小个我给听了一个小子一个小女是个世高天上了把手小为谁对哎呦我想说我为什么是为什么我两面火锅蘑菇嘴我来白吃吧那来白那么我有没身边嘛200分到400分哎呀，金先生啊，老怪我讲的嗨啊，叫出门长大小几点呐？那一个等点不打。潘公锅里判了呀，叫我多次赞嘛，我分到你结账个，今朝要去结账了，听我要吃出去了，上了分大个。那么我刚刚是出来的，那么你从你外头追追，是的，说闲话当闲话，牙子当讲一的。那么呢？那么到水诺就米海城偷来。今日个阿头弟弟想阿他，那么总是两瓶只有白他们一场风波平息。这来问我说的不找上当嘛？我就这个上当做好是做得个这个。哎呀，倒是不一样唔啥喂。那这是等的要冷喂。哎呀，不是单位还一说这个烂到骨子里向个。哎呀，根本是俺你那本身我们还是这个不准那阿坑啊。有个，思想到晚是100磅一些，去落一件面海请出来，把那老牛嘎砸。你那边我穷不穷？做啥？我从阿三的这个地上里抬下来，我不要，我绝个不打这个。西蒙也做生意。有个。阿管我俺的希望俺的新主个节，天来的是面子，福利比领丢，天莫比个海星就落出来，把那老牛给砸。是多少一听咋别听啊？那边那个人去的，那个水让他清起来的，风的那一吃。骨头在水弄来了，那么呢，一本我说一比海子，我一呕，骨头又松开来了，那么一天走起来别看看，他下来，那么为本呢，外头风的一吃，骨头在水弄来，一来你非要啥病噶？俺的福将呢，他下来，咋走起？娘呢，咋走起？根本这是要为本，那么是要啥病的？俺的兄本呢？我是这样呢，已经带来着了，还在。对呀，那个。那看我都原是补个面子钱，还打个补丁碗，补丁，补特噻，叫哪呢？补完木钱，补个面子钱，补完木钱，当中他是比海清，
我管了不了嘴个，就是啊，帮人家当推得来个哇！放心，不偏袒个哇！当然，到希望街里，俺里新做一顶乌龙面子巾，去落起来，把那老牛给打。另外呢，再去弄一双屎牛逼个横靴，天好扎，拉些拉也好扎。来被擦脚扎皮靴，应当当硬蹦蹦有个，现在去落一双仿旧面子，仿旧街里个相同四面嘛子落起来，把那老牛给扎。你那被那个人死害着的死，应该的。那么用人去拿出来，这谁多少万对了？对上像乌龙面子巾，身上像铁马的黑金，4块密码，是有个皮靴。他刚吃这五特人啊！哎呀，金先生呐，世界天上随便啥人要衣着，是个一大半身体的。哎呀，真着。是个。刚吃那五特人啊！就是啊。现在我什么了还呢？那个，差点是外头大个把人子呢。手车子，当时你是哑儿子的。哎呀，选车子不挨个，啥个路的？那这里便宜，啥个路的呢？不晓得王四郎口中那个男呀，事体成功乃随时的一个三人都要平白的呀。谁怕龙夫人公能够成功是欧先生了啦。等到重新锁定我来，来，陈先生吃参汤，参汤是的。哎呦，这啥？那口的啦。丢铺味道浓。几个呀？没几个。啥个的对呀？不讲带丢，讲两丢的。两丢的？是的。可是举得不得了个咯。是吧？吃这有啥好吃呀？补身体的。补身体的。补血的。哎呀，这次每句个咖喱吃种苦个么子，补血呀。补血嘛，我有啥比方的呀？啥个比方？吃嘴。一吃嘴嘛，面孔羞凶，还是补血。哎呀，吃狗要抬个。抬他妈再吃的地不抬。我受挫的。那个，我忘记头了。是啥？潘公公潘了要等我去结账了，我还请我吃嘴了。我忘记头了。你不会吃，我会吃嘴的。等来跟就回吧。没笑。那，对你妈妈烧个卤的，摆得来身套一屋，衣裳一脱，闲话全部泡屁股还追着，但是坐下来，你吃狗啊？哪里有啊？潘公公等我吃。哪里还有狗啊？哪里请你吃狗啊？潘公公，让你不吃。我试一个。不要这个，领导，南方里把狗吃盆子，吃冷锅啊？没讲。就是啊，狗吃盆子，吃南锅。那么人吃啥么子呀？哎呀，不是的。你杀西，我吃把狗。你杀西，我吃把狗。狗吃盆子，吃冷锅啊？1、2、3、4、5、6、7、8、9。把等多出来，2、2、3、4、5、6、7、8、9。9只盆子，那还9只盆子。9只盆子。吃南锅，1只南锅。吃南锅。请我1只南锅，9只盆子。是个。哥哥，我谁都在这里杀个卤的了哎，都懂的，这个实际是没啊。报道这个最师傅是100代王鱼，带长辈爷娘进姑父，杀个卤的呢，飞机过来守着路，阿伟喊我多三不为，看上去的地当里向吃了一片实脏了，就想喊我闷吉凶，对了，飞机过来。不都些南方给你准备事宜，请谁都找到往谁到南方给你，大家分兵守的们两只是为两副背盔，一口后台加油，手心嘴巴来你把他来南方队啊！红夫人贴好大明废的3年，今年12年，12年人的沈兆县，最好小菜好，这个样好，最白特色。吃3斤也不去干呢，这个1米米吃了不啥可个，根本谁都在那拐在我这大白子，这18日不叫谁都在呼吸有得有这个。哎呀，你老板啊！哎呀，陈先生，我到门上来，你要晓得我养大戏的。哎呀，这倒不晓得哇！说不来听不相信，是不是啊？你要吃嘴吃啥这个啊？你要生意了，还是这个书面的读书的那么那里摸到环境有个盘鱼，开食坊有牛排这个嘴，开牛排这个嘴嘛，请你去品味那么你老娘搞气嘛，小菜好，
你的小菜海最好几碗海一样不好，啥个饭海最白特色哦因为那北京这个到最白差不大多了你米线那么你来年干嘛什么节子的吃泡馍怎么子的哪吒最白拉起来往上煮的一菜刚来到龙个水刚杀他个啥个最白写了也刚杀人哎呀这个倒是想不到的有了9杯小要刚杀那么就下怪我杜白子跟那个佣人在谁都在那个栏杆这个板上来不生路那块啥我咋都白这么多白是有的都有啥个圈子了那么要进去拿上5火锅盖了个地盘上看拿来咔咔勾人那谁上搿只我们从干活现在搿谁都在想要等我那么一屋绍兴起码要进步搿不吃了带胃口的带你杀戮1杯酒哎呀这别客气对啊你这个风尘教育啥个海货啥个海货呀搿什么呀风鸡风鸡哈那个呢这是姜姜猪头肉不是个虎太我烫猪头肉上块哎呀搿啥油布头些啥么呀嫩骨但是热心肠就是吧发得来哪吃法呀走到里向去吃哎呀那么狗些盖头老特里大概来讲木头的搿么盖头么怪只小开么小开拿只盖头削脱哦哟啥南瓜还养得啦是个你新朋友这是傣椒青面包这是牛圆呐牛滴炖的圆圆或是歪歪笋呐歪歪笋神是几高哎呀这么是定下去勾的那个发勾的多个数字弄得发勾劲那干净哇啥个啷上发勾那个南瓜里一点个盐鱼吞没了还哇啥上回来个盐鱼那个吞没了海参呐海参那么谁都在那个香块接海什么挖吧呀接不了的那对的想得出做啥香块接海参接得轻挖它记得送头他吃到门上吃不到个了。哎呀，陈先生呐，那香啊筷子，先让它处分子里摘一摘，再煎嘛就煎到老在。先要处分子里摘一摘。是的。那么记得了。不相信那试试看。随便上了喝得了喝不了，吃么子还有门槛，要处理摘摘啊。是的。那么记得了的。就是吧。处理摘摘呢，那么记海什么来的？是。海参啥个味道？是那些个那么阿嘎的。搿只海参破难为人，到嘴里向分离温，就在这头皮里现在。哎呀，重新再吃。重新再吃。哈，那个。对的。要再酱油的呀，再来。哈。搿种叫老酒局，空心头里吃醉，容易栽，当一当低，不爱了。哎呦，搿是肾脏性哇！是个，吃个。哎呀，陈先生，吃狗是干个吃法子个？哎呀，刚吃开的。哎呀，杀狗！来，里吃水的，水经下去了，当时当底，有点在意，还是。多顶！哎呀，陈先生，你吃呢？俺里不会吃这个哎。什么啊？俺里不欢喜吃狗，叫白白奶呀。你不会吃啊？是个。跟我你那白。那个？你白呀不会不要紧。个嘴白也会啊。做啥？跟人那个嘴啊，发分开的。你去想想，山头落地就要吃嘴的呀。吃3张嘴啊。是啦。那么那到某月上。吃天头水噻，是个。那么还有那去学生意嘛，80岁，是了。那么等到做亲包堂嘛，喜狗吃喜嘴，那么做生意嘛，小狗吃水嘴，是个。那新上房子嘛，上两酒吃上两酒，那补上嘛，金鹅狗，跟你葱嘛，卤豆狗。吃了不对嘴，是个。人活人才是那个嘴里面看那白羊佛，那嘴要那吃人，来两高头一路食一路吃，往西开心，开心地上口中里多浓，
口中的都弄么来着还讲，哎呀，配亲嘛总要亲个不美人，当中的丑丑疏密。我现在这里实际配亲，哎呀，说人家人得是上有杀伤力的，我口中都弄这个闲话蛮难吃口的。现在口里吃的是讲最食物的嘛，我这个闲话还适当起着喂。哎呀，田先生，你哪来呢？哪来呢？年子是长烟子，年子长烟子，我这个还叫拍的。出门去容易栽，不要这个一路带带嘛，什么是的，容易栽啊！简先生，那今年还有几盒高酒？谢了。几岁？53岁。53岁。哎呀，看不出到卖亲钱的。中医。我里向老妞妞几岁？还是你来高兴啊？来高兴嘛，当我同年还是50岁等年还是53岁。老妞妞来了我里啊，77岁，啥时候去？到关浪去的。关浪啥辰光走来？大概关浪从海不乡了，忘记他走了，你晓得？那么简先生，那个分到去不想？我知了，你要去嘛，你去了，我知了。这个地方是个好不行？跟俺里有几位是要去不想？啥个关啊？还是徐师关？不对，你去不想还是？啥个关不是徐师关？要有点了。是海关？不对。那么啥个关？关门关。哎呀，洗他的，来再洗他个。哎呀，实在的。哎呀，下狗。来，上去来。金先生，那你子有个？你子啊？你子嘛才空一个。好福气有一个。不。好像你没的样，可是抢30这个，你门外有儿子，我想回答了一家500，刚吃一个，你看是一个儿子，熟头他我这个泥巴再追上去，500，自家熟头子嘞，但是我熟头的，但是你妹妹家哥们，人如果你有个，侬有个，叫啥名字啊？你不只问6个名字哇？是那有几个人如果你有的啦？我总光一个人啊。那么名字那个？名字都不够呀。你听下那叫个小豆，沙地，布丁，800两头，肉菜。那个是个许多名字啊？那苏州上个丰饶，样子这种女生啊，你会分提名字了，谁听？小的那么你来搞些样子，你们为想养个奴，上个大里提个名字叫招娣，还有上3个兄是个招娣。那么这个布丁嘛，是个布门的香菱碰碰的奴，娘不的这个在标志呢，布门的啥丁嘞，叫布丁，上了外头有句我叫顶脱了，这个意思布丁。那么800两呢？800两嘛，你都讲个，谁都这个奴，53讲这个大人讲个3讲嘛，3斤3讲，最讲不多这个奴嘛。要打个不折上去800两，是个800两。那么们读书噻，该书先生就去，他的第一个名字叫肉菜，肉中之肉菜。说的。名字还，随便啥个么子包单来吃的从样样海。哎呀，秦先生，那么那人如果有还吃过脚啦？什么种的吃啊？红肉。带肉弄个里去就好了。不行的，哪里是门来？人赌过牛，还真拍过亲嘞。拍亲了。要先生一听嘛懂了。寡妇的开始出门进我，把衣裳把我们扎，把牛子那个最是，懂我弄个哪去？不对啊，谁知啊？你呼吸我弄个姿势要抬个人要老个呀，那不想别了。再看个妃子进宫，往地方呼吸单着蓝宫，这是我不同意，弄俺不同意的。哎呦，所以我要注意点啊，请我来吃呀。那么你弄俺拍亲了？是个。我提起拍亲的，这个非常不大开心。做啥？把人家让你弄，你不看，你也想拍不的，浪费，上来叫赶来地不瑞嘛。你认为
过期了，还分派过去了。各位钱先生啊，你给他瞧着呢。我里呀有一个朋友，从我里做媒人，他在长院子呀，那个阿丫等待等个。你做媒人？是的。你做媒人不会太白多了，白3米了呢。哎呀，那讲得好。我对方说然后人家。等我里等香还是怀旧人？怀旧人在做多生意的。那么做啥事体呀？等我里等行还是开典当的？那么今年有几岁的？等我里等年还是32岁？那么姓啥叫啥的？等我里等姓等名还姓王叫王贤。什么岁人呢？是个，那个。吃子呢看我，脑子呢水多，哪能会的法子呢？那个我平之间是啊，没哈。那现在呢，吃水嘛，人面带肉面嘛，总要有人抽个手面。搞他2人呢，为个媒人出来摘的，为个媒人出来摘的。要媒人啊？为个媒人出来摘的。有个。是四喜啊。到我是张王里，请戴兆峰、刚兆峰2个招工来了，出媒人。我人当老子，妹妹讲，做啥？2个姓梅和一个姓刚，一个姓戴来等哈。跟你大不来，刚的戴。你不是吃过来了？刚兆峰表姓，戴兆峰表姓，姓年兆峰、王兆峰了。没讲啊！这个2个姓来，这个还一个姓倪，一个姓王。我吹了一段难听了，倪王婚姻倒是见到倪王不发进来，发来。这个人做媒人，我发配。为啥？具有媒人，专门说具有的，不是人做媒人，我配啊。不是人做媒人啊？不是人做媒人吗？啥么是做媒人？随便说谁口上面那句话还是？哎呀，95度啊！我拿钱了，拿钱吃拿做福建里的。这穿牛狗，谁都在沙天关着牛狗做媒人。哎，农家们我关着媒人出来，牛狗会开口的。你非口里边吃得最熟的，最来的是在心里。牛狗做媒人啊，那这张牛狗口才叫还能讲呀？发的呢，轰轰隆隆，发达，牛肉不加抖悠，鸡么加泡转，什么在干，牛么尿地，说分着的汤，像人里的沙子汤、黄糟糟，像金里的才是口菜。牛狗做媒人，牛狗做媒人配的，不是牛狗做媒人发配。牛狗做媒人，嗨！王氏开始做啥个人有这样一来。介绍借智不为媒，智养没事作为媒人。你今这能够作为媒人，一定一言为定呐。能够做媒人，3来4讲，跟俺里7、8、9、10，我在轮毂打气上，理想放点支烟打造，街头路上建一个红旗子，供了俺里嘎当里下。是的，另外边红了做把红色的。俺里也可溜，见俺里个张灵阿爸子。哎呀，你那对面这个当啥子？哎呀，这个是真的，乖乖句大事体。张灵阿爸那上丢，俺里女婿儿子王贤看见这张灵阿爸可丢的。王贤，所以把他什么呀心啥子？西山开下为你双手采。张灵阿爸，你现在也已婚姻定，想为能够走大门。你们帮着奴个日家给与女儿两下结离喂，你们宋军不必把高无惧，再走多着推我个头，看我家吃口个一人饭，一年四季辛苦三。讲了
阿爸？我咋不大欢喜的？来记了，你能讲过来，我跟过来。好个好个。那双天来记了，啥个事？眼睛。啥个事体？每天天幕一讲去做啥？我三人进了海，我心有做啥金胖的头盖来。哎呀，吃在这，哎，你进来。哎呀，不要么说，可个上人吃的十缸个最熟的。这现在答应的阿英大门在忙起的个个人是我一场空。十缸，让我来想法子啊！关在里哪里都能想叫个啥年干部是个帖子等我下来。十缸一来大辰光，我有只邻居啊，谁不破难的。哎呀，张良吧，那里呀，先生们等那拍子亲的，那么阿里呢，一张尸体啊，想请那张灵阿爸帮帮忙。是啥的？可以啊，弄那能杜小姐啊，这个年刚把是帖子啊下回来，帮阿里那个，你那个混做啥？我能是那个啥呢？那能杜姑娘们是阿里个老婆啊。哦，你搞出个私人不是你不晓得个？儿子呢？你应当自家晓得个咯。你照规矩是应该阿里自家晓得个，倒是沿着外风赶过来了呀，阿里哪个晓得呢？所以阿里问了呀。你问我啊？你问我是现在辰光，这是你囡个私人不是？我自家的私人不是还弄不到清爽了。哎呀，搿么啥人晓得个呢？要么你去问你多娘吧哈了。哎呀，老妞妞写着的呀。怎么弄哈了？哎，搿么那想想看，那张良吧，想想搿么想出来的呀？还是热天，还是冷天？一想就想出来了。那个办法通的。想想看，总归搿几天总归想得出来。就是我。你别吵啊！搿让我再想想看，你啥个状况再讲让你弄啊？我来想想看。想想看。还是吃南瓜了。想出来是吧？我去吃南瓜嘛，冷天哇。搿么那有没有一起开张西瓜吃吃呢？哎呀，开西瓜是被人热天着哇。吃松阳家个日脚。对着，9日初9。3日吃点心，我到起来个吃粽子辰光哇，我们要吃只海个，你总不啥点个吃得易受的嘞。哎呀，可是变成人家端阳着哇。吃青豆子个日脚，吃青豆子个日脚。清明节。小菜我到几下个吃得忘了一样的了，吃猪娘了。哎呀，可是变成烈火着哇！搿么那吃子我变得要你去追月亮个呢？哎呀，可是变成8个中秋的。搿么我再想哈。哎，那不要想着，张良吧，不要想着。一年四季噻，不能想着了，想到哪里结婚吧说，那不要想着。搿么哪弄法呢？哪里看啥个？那外尊去以后啊，慢慢能大姑娘自家，你那自家总归晓得个。那么呢，下了帖子了，活一大精神的辰光嘛，打进来搞把哪里那个。那通个，我去帮你弄。那么你总归晓得个小孩子嘛，等到我最有空嘛，打进来。是一个。看。主席。不来商量吧。妻子10个许多狗啊，那不来，是哪里点哪里？来是样的吃个，屋里向边只是个囡一狗子在那屋里，非半夜3讲3点钟花个3红子心。哦，可是带上我去。是我不定是那样不定。就是我，不行啊！哪里叫脚面了，还能饺子了，送那个送那非多好的。我穷人15家15个家子里，不是汉子被我当不起看满屏的。不行了，哪里国家2个底下人，那是我不欢喜的。后头跟着2个人这样吵着，我不欢喜。搿么讲你啊吧？你妻子10个说，哟，当心。你来定心。哎呀，张亮吧，对我欺负下谁都是。哎呀，张亮吧，当心张亮吧。来听晚上娘包是啥娘包，搿不对个。搿路老下班都是啥娘包，不过些都有，谁都这个能配不的。搿啥称呼要说来的，不许哈脚。那么这个我做人啊，不欢喜死白白的，谢谢我花样的。那么在路上饭头子我来，你看见我非是接近我。你听我，我喊你耍。哎呀，那么来接应我耍。之前当我讲那女是儿子，我来讲我。啥个不？我大爷之前点花样，讲那伊拉班。是的。搿不来讲我徐先生。我讲那王义小凤。搿来讲我。谁都在，我昨天到那里不想想，要抹山呢，坏了都。你来摸这个来着？根本呢，讲我来追剧，
来靠！哎呀，不可以，这样的还不行。那进来啊！来进来。堵门口到了，讲两把，堵门口到了，堵门口到了，门开。谁多少一口嘛，堵门口到了。老酒吃饱，衣裳扎扎，可以了。来听下啊，我个女婿，你子啊，吴长林阿爸，李老板，简先生。哇，你山峰，你这个简大枣，你咋坏了呢？啊，你个老港夫老酒鬼，没喊侬啊，反正那神情报到了没啥人呐，侬不配的，那我就往西送步嘛，倾听我当。